日係5月26號2分鐘 list 分析系列嘅第11日。今次呢個客人非常之好啊，大家一齊俾啲掌聲。點解我哋會撐呢個客人呢？雖然客人自己唔識出一條好完整嘅 list， 但呢位客人睇佢要求就知道佢自己做咗唔少嘅功課，好清楚自己想要咩。我係 Jason，大家今日嘅主持人。呢個客人14,000至15,000蚊 budget， 2K 畫質，用途係打機、畫圖加剪片。另外佢要求係全白色主題。咁我哋按照佢嘅要求出咗次 list 俾佢嘅，呢個係初稿。不過我哋都有就呢條 list 俾到少少意見客人嘅，因為佢係工作為主，所以其實最緊要係內容同埋穩定。但係用水冷對於長期工作嘅客戶嚟講，我哋認為就唔太友善嘅，特別係對於長期使用並且依賴電腦揾食嘅客人，我哋會建議就唔好純粹考慮外觀同埋散熱嘅效率有幾好。睇到呢度，我知道肯定又有人要話我哋啦。咩啊？水冷散熱點會唔好啊？聽清楚先，散熱效率好其實唔等於質素好，因為水冷我哋知道散熱一定比大部分嘅塔散都要好，但係水冷其實有好多個部分組成，導致壞嘅概率其實比塔散係高一大截嘅。特別係平價位嘅水冷，損壞嘅問題尤其嚴重，所以就出咗呢個版本嘅 list 啦。其實最主要都只係換咗個散熱器，其他部分其實都非常之好，冇咩特別。而且我哋建議咗客人買埋 AirHost 嘅延長線，咁外觀就會更加好睇啦。所以我哋都唔係一味淨係注重性價比。如果大家對於質素同埋外觀同樣有要求嘅客人，都不妨話我哋知，我哋都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度身訂做屬於你嘅專屬 list。咁今日呢集又結束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系列，記住 comment、share 俾朋友同埋 like， 等你嘅朋友都知道原來砌機都可以咁簡單。砌機有講嘅難題交俾我哋，等阿朱成就你嘅遊戲世界。